脱脱秀台语总冠军赛算分数的过程出来咯！选手伊斯德吴宗宪可以18.5分，何子可以2.5分，评审长柯浩顺可以12分，先帝可以3.5分。黄浩平可以15分，加上观众的4分，拢总是55.5分。选手made in Taiwan，黄浩平可以19分，先帝可以4.5分，评审长柯浩顺可以20分，何子可以4.5分。吴宗宪可以18.5分，加上观众的25分，拢总91.5分。选手阿雄啊，先帝可以3分，黄浩平可以17分，评审长柯浩顺可以18分，何子可以4.5分，吴宗宪可以17分。加上观众的19.5分，拢总79分。选手李成典，黄浩平可以14分，何子可以2.5分，评审长柯浩顺可以15分，吴宗宪可以17.5分。先帝可以2分，加上观众的15分，拢总66分。选手阿泰老师，评审长柯浩顺可以19分，何子可以2.5分，黄浩平可以16分，吴宗宪可以19.5分。先帝可以3分，加上观众的19.5分，拢总79.5分。选手不诋毁。何子可以3分，黄浩平可以16分，先帝可以1.5分。评审长柯浩顺可以13分，吴宗宪可以18.5分，加上观众的18分，拢总70分。选手意志，黄浩平可以16分，何子可以2.5分。吴宗宪可以18.5分，评审长柯浩顺可以17分，先帝可以1.5分，加上观众的13.5分，拢总69分。选手李文远，何子可以2.5分，评审长柯浩顺可以16分。吴宗宪可以19.5分，先帝可以3分，黄浩平可以16分，加上观众的16分，拢总有73分。选手岳新培，先帝可以3分。评审长柯浩顺可以18分，黄浩平可以15分，何子可以3分，吴宗宪可以18分，
加上观众的9分，拢总是60分。